大個想做一個出色嘅科學家。我最中意嘅班就係設計與科學班，因為我喺入邊可以學到一啲嘅邏輯思維同埋應變能力，呢啲係喺我哋平時係好難學到嘅。咁我好開心可以喺外地參加一啲大型嘅科學比賽啦。咁喺過程中同人哋交流，咁令我去拓闊咗自己嘅眼光啦。咁而喺未來呢，我希望去將科普推廣俾其他人，等更多人去鍾意科學。希望我哋嘅同學繼續追求、繼續鑽研、繼續分享、繼續推廣科普嘅動力，使到紅南校園係充滿科普嘅氣氛，使到科普嘅種子進入培正學子嘅心中，共同去編寫我哋紅南嘅科普夢。讓我哋大家一齊努力。生生不息，也是紅藍夢想啊。